牵伊的手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止航的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的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流下来，流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脚下本人祝福，将过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歹势啊，那就继续几多钱啊？你都等下猜迄，伊讲迄2000的女，加一层服务费迄200的女，伊讲迄2200个女。来啦！哎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拿来就好了。哎呦，来，你钱都来。什么啦？唔会啦，你迄领发票拿走的钱。安子说啊，哎，还在请问一下哦，那刚刚有看到抽到这边给梁子牙，给条吃饭门是付钱没？你条真有办法通哦。因为。歹势啦，这层面就唔会。其实下就会师傅看到佢两只等于阮半条试听听，其实去个拿钱抢佢下就是，又经过送到佢下的面子，最后佢下就讲佢传单替1300年哈，讲迄传统免费走到佢下就是咧，系安尼。哦。哎呀，你真给你以后呢？好啦。安子说啊，哈。安子说啊。好。有事帮我啊？有。后生啊？后生，老后生。家下几只菜厝真係很有心哈，以後做呢一行嘅，還做得呢，很難得呢。太姐啊，都矛盾呢。阿妹哦，冇愛戲教，愛買動珠哦，係唔係愛服務客到嘅人？阿妹嘅前面哦，撈幾隻太厝係唔係窮樣？哎，那當然冇窮樣啊！家己件啊，迄太件嘅傳統呢。你蠻了按世件啊，迄情形當然無窮樣啊。還有講啊，開傳統嘅人啊，又唔係做救人嘅事業，錯冇？咁銀行嗰度傳統哦，我得到好嘅服務啊，當然係唔把錢啊。點都來講啊，傳統哦，就收人嘅錢啊，都要服務好銀行啊，啊人那有矛盾啊。有沒有看到？哇，天啊，你現在幫加油大姐說話了耶！英雄救美。亂講啊，唔對啊。妹妹，我們去那邊遊樂區玩好不好？好。阿 Q，那我們就去那邊玩，你就負責陪加油大姐，陪她一起考察，哈。家人，有問題嗎？好啊。好累啊，來。等下記得做了鴉片啦。哦，好了，拜拜。好了呀。哦，好啊。你想看呢？以後哦，一定有啥特別做嘛該？哎呦，當然是在美麗的花園裡散步啊！叫大姐哦，就走着走着，哎呀，不小心踢到了石頭，就跌在我阿 Q 的懷裡。頓時兩人四目交接，天雷勾動了地火，哇！哎呦，
写言情小说。哎呦，你听我讲嘛。然后啊，这个时候我那个呆瓜阿 Q 就跟加油大姐告白喽。不错哦。知道哦，还挺厉害呢。你看啊，演唱会的票被我弄坏，啊，我还可以想出这么好的补救办法。算你厉害，果然是我们家公主哦，聪明又厉害。还有一点啊，还有美貌啊，我是色艺兼具。干嘛？有意见了哈？没有，突然觉得怀孕了，想吐。拜托，等结果出来了再说啦。哎，风行啦，根本啊，俩一日游，我保证，大姐跟你阿 Q 哦，一定能擦出爱的火花。那我们就等着跟你阿 Q 领赏哦。我们去坐那个海盗船，海盗船。没有啦，那个很高哎，我会怕。是胆小鬼哦你。那要做什么？自己看。那个。哎呦，我们又不是情侣，坐什么爱情列车？嘿，笨蛋哎！我们今天是出来考察的哎，加油大姐去考察她的餐厅，那我们两个当然就要帮我阿 Q 考察他们将来约会的地点啊。有道理哦。好，对啊，那我们现在就去考察爱情列车。好 ，Go！佛家路寻一片见效法的警察中，在疼爱心底。开始，點啦？什麼啊？嚟攞佢啊！享受體恤一條太俊的黑暗人就是個波地，有人叫唔識歐米下公，咪食菜姊妹。今年當年哈，你有沒有本你啦？唔是啊，喺哪裡啦？今年冇啊？經驗冇啦，人哋出嚟教哦，做可能輸掉水下好啦。慢變來變離，搞到一身武大大，也比我專一。不建議，那牆頭地上變了音。加油！冇啦，女士優先，你成功好你啦。其實哦，每一次伫底，你對我的心意啊，你嘅人整理以後，故說我聽我老心都被發講出來。我希望哦，你莫再花時間到我陣風咧，我也冇想講感情嘅事情啦。我心上嘅就係彌漫了經嘅問題。你咪記得啦，彌漫了對我哋有幾重要嘅，你就記，我聽我老彌漫了好好做下去，切對做唔得安尼就輸起來。我相信應該做得體會我嘅心情，錯冇？是了。哎呦，饭都凉了啦。
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啊。嘉友大姐并不算完全拒绝你吧？安云还唔算拒绝哦，感觉我对佢变面样酸的啊。哎呦，话不是这样说的嘛，要不然你再说一次，嘉友大姐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伊讲哦，伊顶下对伊同好啦，现在莫发薪水都给行当啊，叫我全心全意哦，把到学卡做当买人啦。有数哦，伊咧也无心情向我讲感情的事情啊。韩柔啊，伊讲爱云个底下心情让错啊。哎呦，你看，他说丽哈目前没有心情谈感情，而且啊，最后还说你应该可以体谅我的心情，有没有？那又怎么样啊？阿 Q， 你真的是呆头鹅哎！他说他现在把心思放在客家菜上面，他又没有说将来不会跟你发展感情。哦，你哦要有耐心，想追人家这一点话都听不懂。假使讲假如今年我来等哦，就算讲我等到天荒地老，我都愿意。你这样说也太恶心了吧！哎，那今年挺天真的呀，大摆都被你说服啊，害我每一次哦对加油都充满了希望，都被你骗了那么多次哦，不行啦，这一次哦，我一定要接受加油拒绝我的事实啦。哎，什么我骗你那么多次？你这样说的太过分了啦！我说的你不相信，好啦，那叫大姐本人说的你就信了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去美满楼找加油大姐，拿着。刚讲这种假词讲的，竟然会可以客家传统，假如让我对我有兴趣哦。你都个变卖鬼？无啊，冇，错嘞。上班的事情很牛哈，骗你迄本人买的东西嘞，你昨天老师家的太极买摕了哦。哎呦，冤枉哦，太子，你还为你好呢？哎呦，迄拄个想你个终身大事哎，无硬上忙做嘛该啊？哦，什么哈？我拜托你哦，你下摆哦，莫再个飞行嘞，哦，莫再个给无好冇啊？我已经讲过几多摆的啊。我哦，以下想的就系弥漫了，其他的事情啊，我妈个就冇想。迄讲哦，你真经想要听书啊，你就多带豆腐开啊，后年来做客家菜，好吗？哎，太子啊，你正经无要结婚啊？我冇要结婚很难啦，就算讲我想要结婚又难啊，遇到唔好嘅人吼，都跳了，还要靠自家。既然安尼，那就冇去讲感情啊，伤心又伤神。你又下忙开始用为啲家嘅人唔好啊？那因为是个菜哦，下忙事就啲唔好事啦。歹势吼，cái菜哦好唔好食到，我又看嘅哦，差唔多就啲嘞。你看啊，阿珍啊，还有阿梅啊，几条用的啊？遇人不淑啊。太极，哦。哇！哦，他幸运哦！你站在后面干嘛啊？这么人吓人吓死人啊你哦！哎呦，我也吓到哎，不要这样啊！然后呢？你吓到我了怎么办啊？公主请息怒，小的又不是故意的哈。可是你吓到我啦，怎么办？哎呦，好啦，请你喝饮料嘛，消消气喽，好不好？这还差不多。好啦，走啦。哎，等，
地还没扫完哦，然后呢？帮我扫啊！我还要帮你扫地，我都要请你喝饮料嘞。我嘞，夹夹啊！你有这种事情啊？真是搞错。刚叫大姐说的是，该不会是认真的吧？嘛个事情啦，就一辈子不结婚啊？我大姐对感情的事情一直都很压抑耶。啊，我也没有看过她交男朋友，也没有听她说哪个男的很好啊什么的。而且她好像连一个男明星都没有迷过哎。这么夸张哦？我想这应该是我爸当年抛弃瓦梅对他造成的影响啦。加上现在阿珍姐的事情他对感情又更悲观。可是不是每个男人都这样吧？至少我阿 Q 不会啊，我保证 ，I promise。你 promise 有什么用啊？那我不然去拜托爸公保佑。现在的重点是我大姐的感受 ，OK？ 哈，那不就完蛋了？什么完蛋了啦？就我阿 Q 啊，我看这次对他的影响很大哎，说不定以后我会造成他的阴影，然后就害怕谈感情，然后也打算终身不娶的话，那怎么办啦？哎，他可是家里唯一的男丁哎，皇家的香火要是断的话，那不就完蛋了？你讲话一定要那么夸张吗？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还在讲什么男丁传宗接代？蔡奶奶，现在是21世纪哎，男女平等了好不好？不对是女人出头天。哎呦，我管那什么男人女人的啦！你看我是不是应该叫我阿 Q 放弃算了啦？也没唔敌哎。哈，你都唔敌，那我怎么会敌呀？哎呦，怎么办啦？哎呦，反正千错万错都是男人的错嘛。那种抛家弃子的臭男人，害瓦梅伤心一大半辈子，现在又影响我大姐那么深，这会影响她一生的幸福哎。想到我就生气。啊？你刚说的臭男人，你是不是应该叫他爸爸？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哦，我只有阿梅没有爸爸。哎呦！啊，好啦，不用生气了。那我问你哦，你是不是也一辈子不结婚啊？你现在在诅咒我是不是啊？哈，蔡瑞梅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我没有啊。你贱狗！你讲什么话？你讲！你太讨厌！曹哥啊，你请来啊？阿姨啦，谈我唔参与下吃饭啦。歹势啦，迄讲翻到春堂的规厅哦，来证明董事你啦。因为当时我无想按倒啦，所以看到迄个爸爸的心情啦，我就按用做咧。证明董事你啦。哎呀，唔做唔错啦，不然唔错呢。管推公司你哋太公啦，本公司要对外宣传的机票，花钱都花不多呢。哎呀，做阿爸样了解人心情啦哈。所以我今天公司今天下陣也好，我飛地巴到了。曹哥啊，我出到冇做乜嘅了不起的事情啦，唔是人来表扬啦，公司应该表扬做些认真员工长错啊。做些認真員工，當然公司要好好表揚啊。但是人嘅做法我哋一喺個循行，喺個循營業呢，又喺個副業呢，當然要嘅一齊嘅心情，去嘅對人行行錯噶，所以我哋做好，對樹立我哋一個員工嘅典範啦。哎呀董派生呢，證明董事你啦。好，呢件事情我哋今天啦哈，但是我見唔到，未必都係件事情來，係個重要事情要同商量。乜嘅事情啊？下陣嘅獻醫仲有咁多嘢，今天來有盼咗，所以唔攞擺食材
我想办法去补齐啦。我記得咯，每樣菜項我訂好來哦。我要出埋個茶菜項，我付完全錢。曹哥，你放心啦。哎，太师傅，有看到阿发冇？阿发哦，佢行來呢？还忙來哦，吼，有水我摕了，不時會遲到啦，唔啲變買較貴啦。啊，公司查壽司本來啦，那生意市場我會等佢咧。壽司哦，無定阿樣呢，阿爸會來查試做嘢啦。老查試做去哦，哦，你是阿發啦吼，老公司會查，當作去七間來查啦。哎，太師傅啊，迄無安尼好啦，唔可以試裝的吧吼，也叫得擺做嘢啊。唔是啦，你莫喊你啦，我都擺講下就好咧。阿發入邊哈，嫌佢東西準備好，我等下做哦，還蠻好哦。哦，好啦，那對啦。顺利一讲，嘿，可以啊，冻姜啊。冻姜，哎，幾多錢啊2、3升， 3升啊。嘿，哦。哎，2條。條眼藥啊？哎呦，一發現太師傅，你今天怎唔上來呢？係啊係啊，我醫生啊。啊啦哈，啊嘟嘟吼，後邊吼，看東西要怎不威風，進去，片子要切吼，看看咧，哈，要一進去嗰個骨誒，哈，要個下，要乾煸的，可能價錢我算較便宜啦，我本親滿意啦。啱啲。哎呀，嘟嘟好師傅，來搶食就餐飯。拍攝啦。用啊，好食嘛？唔會試甜嘅。你係哪間做呀？你蠻料啊！哎呦，更多啊！啊，早些水不食。哎呦，師傅，較好食咩唔是見到安尼哈？拍攝啦曬幾樣啦？啲也叫成班哈，也嘅米飯咧做清好食啦。他可是就很想我再生呢。係啊，師傅啊。好啦，看一碼嘅啦哈。然後3包乾貝啦。哦，要乾貝，要咩清好清清。3包啦。哦，你係哦，看起來以後呢？哦，也個研發下，然後多用味絲肉葉面有清好食，品質也清好。好。可以到。等下總5件啦。啊來哈，好。5件哈。主意正在聊啊。我啊，條朋友打牌，根本不是哦。哎呀，沒辦法，唔知哦，一支名牌都沒樣出來，怎麼變呢？怎麼？阿凡，太師傅，太師傅，今晡日做乜嘅蠻多啊？
太师傅啊，阿先伊无按哦。歹势啦，我咩唔掂啊，我仲要 fight 啦，所以总要爬唔伊来。我今日下班，我实实去买张老总，我看你就慢慢来啊。你啊，係你嘅問題，唔係公司嘅問題啦。老總快頭沒理由啦。你去看算看呢，你阿張嘢啊，你們都幾多年咧？係你嘅態度有問題。那有，我要當山忙啊，俺不了要煮菜，還看菜單呢，所以就看慢來啊。你也唔係理由啦。老公司查實咗去啦，因為蠻多嗬，讓有公司嘅人做。你想看呢？你阿這位事情啊，根本唔應該發生呢。是你嘛，我喺都唔可以講人哋嘛。蔡師傅，我去幫忙準備一下啦。哎，我都外送回東西，先拿你來。好啦。還有啊，你夠一半啊，你就唔是來嘞。辛苦了呀！唔會啦，你就辛苦咧。今晡日啊，就做下冇喊幾日，你下哦，喊嚟了上個新嘅菜色。唔會啦，我做嘅哦係我有歡喜嘅事情啊，唔會辛苦啦。哎，家人，你有研究出哪個新嘅菜色啊？我下擺哦，想要用魚嘅嚟做客家菜。用魚做客家菜？哎，你客家人吼，一向嘅食晒唔是海嘅，你又會想會出來用魚來做菜啊？就係因為哦，客家菜哦，大部分就係用3地度嘅東西啊。你講我做得想出用海鮮類嘅東西來做客家菜，安尼就一多年食到新嘅口味啊！安尼哦，係咪當有特色？哦，原來是咁樣，你就想好用海鮮來做客家料理。你講你打咗，我就會去市場買魚啊。哎呀，景气唔好，年终啊，安尼洗身的就有感觉。以前当日只能做银行来说，我冇做买粮啊来说，唔像伊啊，规则甚至人家记晒先啲。係啊，讓下景氣哦，越來越差咧。哎，早呢下雨哦，中秋叔叔與人佢上到天邊啊。喬家。嘿，你買魚啊？係啊，不過冇看到咬嗰個魚啦。哎，送拜我帶個九層板好什麼啊？哦，你怎麼帶九層板？當我識咯，我那就同錢傳呢。什麼啦？難怪哦，廿幾年很多年都給問九層板哦。我下擺我再個帶其他嘅來。冇問題，我帶你同錢傳。好啦，好，我先離了。冇你就錯啊，我哪裡我唔識？唔是，啊，我先離。哦，喺白天冇係搶糧嘅哦。好啦，好。大概細下這陣米慢了太毛嘅啦，冇看養後生哦，做嘢來客家菜就好食不得了。講句話唔驚人家談，佢做嘢來菜哦，比人家太舒適，很好食。你傳統哦，我本太細啦，仲有嘅東西好食啦。一個人眼認同，不過講嘢米慢了真係冇簡單。
当初是靠米慢米才洗毛做伊咯，大项我休息才洗呢，佮辛苦哦，唔免太加伤的多诶。米慢以后差不多佮交饭个太毛诶，所以我看见无限都无时间加人咧。伊个米慢了，只靠规家洗毛撑起来。米慢嘞，虽然也附近，可以讲全苗栗最好食的客家传统之一。迄道米慢凤肉非常有名，一大台北人为了食这只凤肉，和太路沿时差坐来排队咧。哎，停车停车！你有过来呢他？哎呦！哎，我听说嘛。什么什么？来，腿也烂铁的啦。腿啊哈，哎，拿腿来，哦，拿。还是呢？来，两边。好。按姿势哦。太好了。哦，你就是御花园的人哦。哎，去御花园的人啊。系啊。那前几年哦，张宇去这边吃饭哦。还有啊。哎呦，今年吃饭的时间哦，都有意思哦。那看到梁子也都在吃饭呐，不过几张6、3年天天啊，就点1份半条哎。结果你这个人哦，就送来一太多的菜哦，我只有东奇怪鸟不安的哦。结果一问哦，张弟弟讲，嘿，你都给太厨自家出钱抢几条食的哦。我冇想到迄安尼呢。我不靠咩佢传统嘅啊，不过冇记太见的啦。我没有就一家老人嚟讲啊，佢讲，你又唔但只会照顾到人下嘅胃，还会照顾到人下嘅感受啦。啊，条白唔记得几多嘅购买哦。不过今日看到了以后哦，我就记得了啊。还是哦，我发太多咧。我去加油啦。请问太娘？那也人御花园行政主厨哦。哦。因为安饮食就好了。啊，饮食你好。你系唔系今日自家出钱嘅太厨啊？系啊。真嘅哦。你真嘅认同好呢？嘛该啦。啊，好啦，我先转嘞。哦。有机会哦，我会再去御花园吃饭嘅。好。哎，我来送你嘛。没事，就条件天天呐。好，先离啦。好，再飞。没啊，你莫再给我做朋友了啦！你要讲这种事情还是无相谈。
莫再去做的啦，做嘛个咯，要按奇怪去咯哈。你又还很唔很细心呐？你老大呢？你当你做到朋友，佢就会转来啊？你莫再个骗自家嘞，好唔好啊？就26年了嘞，佢还冇转来呀？连个电话就冇呢。几年8年，按无去，咁样你怎么？咁样弥漫嘞？错啊！你讲得冇错啊！你还记得你让我快快弥漫了嘅嘛？就係以為佢我係你啊！我實在讓我講啦，你們的船啊，很愛開嘅，我買乜個車，我就欠你，你話，今日上班完全同我冇溝約，今時間都不可以啦。你喺哪裡快彌漫了？你出去要留啲副卡，唔是講做結婚啊？哪一杯呀？哪一杯呀？你要做生意啊，这样真的要买酒啊？拍摄，因为点唔知佢只小草还是是蒙了啊！好了，这样来掉了啊！好，这样过来。哎，你刚才哦，全部就青头丝了，这都唔会被你掉。好啊，结账啊！叫邊樣嚟啊？菜炒青頭絲，個先都出出長晚咧，啲黑炒炒到實體咧，嘅單條燈落，上班中標上嗰樣嘅。係用一個錢啊！排先啊，什麼啊？500。好。排先你半日訂到1件啊！排先，你問緊。好。再一隻土豆喎。先幫。係要兩隻啊！當排先嗬，半日做啊！喺度吹下好。謝啦，我咪下家姐。苦瓜鹹蛋、韭菜拿茄子、用時太同埋有風藥。我可能我係去農林頭先試下掉。我弄啦，還搞去做事情啊？哎呀，這快了。來。喲，才知道還沒放埋入去。還罷工？自己轉哦，一天要一講清楚啊！上班時間哈，弄一樣咯。哦，阿爹，沒買到，給你休息吧。阿爺，你愛頭拿毛啊吼？
这个有冇整理的吼？来，你来地方，我给你整理一下。是啦，是啦。咁我就洗下头好诶，哎呀吼，跟你按摩，休息放松一下，可能哦，佢唱歌跳养生呢。是啦，这个哎，你来啦，胸有爱。哎呀，不是他伊啦，誓言啊？我啊，哪有誓言？你不要变同意啦？我专门2拜，係咪誓言？冇啦，我冇誓言啦，我成日都係想事情啦。含上去騙啊！我就疲勞嚴密咧。講法了啊，係錯嘅經驗。係咪哦？見講見睇，你點啊？唔偏馬講個法了啊！你乜個態度啊你？有啊，炒白嘅啊！佢哋都會誓言啊？我冇啦，冇，係有話好講啊！我做2、3年呢。唔係嘅，也邊個都會錯好東西呢？我係社會兩樣嘅，也話要見人嘅表示，你看到冇啊？係花講嘅頭先，前面都刪嚟。假使再發白話，我都唔認用。有聽到冇？啊，聽到嘅啦。阿賢啊，我想講，聽個縣議長一盤做嘅事情嗬，我哋問題要請教啦。係有乜嘅問題啊？冇乜嘅太問題啦。唉，一千日，攞俾講。好。那邊做太子有咩來不起？要靠關係你咪來嘅，還有機會啊，未到必看。好。好。你看呐，我嚟整理一下，就變得冇相同誒。最少詳細哦。本來就上都唔會猜，現在打扮一下哦，要變那個講嘅哦。係你嘅數你好啊？冇啦。幾多錢啊？哦，唔是錢，我搶啦。做乜要搶我呢？算較便宜嘅就好了呀。我哋係你好姊妹呢。然後嘛，時常搶我身邊慢路嘅板條，一擺哦，就算係小雨法郎搶嘅啦。也有冇窮樣，總得你啦。來啦，唔是咧，真嘅難拿定啦。哎呦，敢講我搶咧？做唔得啦。哎呦，而家嘅人我係麻煩咯，冇答應同我死亡交往，對我嚟講出件拉啊，個衰嘅車咯嗬，每天都唔得揀數啦。以後啊嗬，盡量來，每天我揀打幾多隻咯。總共啊嗬，我要同阿死亡結婚啊嗬，唔錯係你 VIP 哦，一生日啊嗬，輪班加油胎啦。差很多呢。阿妹，做下哦，我那整機已經整理好嘞。哦，奇怪咯，那個算一兩個位，冇咁樣錢啊。阿媽姐，啊？有買啊？因為路吼，個錢吼算假擺呢，算較樣算就說冇咁樣咯，很奇怪呢。阿媽姐，
我看吼，你莫喊几日袂甜嘞啦，莫去装病俩，等下我来驾车来算是做得嘞，你先去困啊。阿妹好，来，我签稿本。我算较算你恐龙啊吼，人忝的啦，啊种我先落去，啊娘两嫂做就好什么哈？好休息了哈。没问题。钱哦，交本去，拿来算。哦，太子哦，真人都奇怪呢，都个发嘛个钱啊，按太个人呢，种生人穷用。我看哦，你莫喊几暗嘞啦，小心小心，等下我来收拾做得嘞。我哦还后生，了无算嘛该啦，等太子转来，一定要伊讲清楚啊。奇怪，想到是骗死。你那还唔睡呢？太子啊，你还有心情去洗澡哦？根本一点都清无汗诶，你还唔对哦？你都个想嘛该啊哈？我都想买又买重要嘅喏，阿妹已经讲了啊。迄个我有其他嘅想法哦，我应该要出去，让我开意见啦。山流水何处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阳，初恋为爱你。冬夜抚琴也将起，有时孤人须容情。青山下攀爬高峰，你也潇湘，无言又抚琴，玉发将要飞向天。